大家有冇試過最近天氣一轉涼，夜晚喺張床度明明瞓得正香，但係硬係俾一陣尿意鼓醒，起身去玩一次，諗住可以一覺瞓天光啦。點知隔2個鐘又至，曾玩來來回回3、4次，甚至5路7次，搞到第2週起身對眼腫細，黑眼圈跌到落沙巴，個人好似冇瞓過咁攰。其實我呢個唔係單純嘅飲多咗水，而係好多香港人同台灣老友記都面對緊嘅痛點，尿頻同夜尿多。有啲朋友甚至乎日頭都係咁，出街第一件事唔係睇有咩好食好買，而係要視察定廁所喺邊。明明胃行到埋吹，已經覺得有啲心尿，甚至有焗住用成人尿片，真係好困擾，極度影響生活質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養生頻道。好多人以為年紀大咗，機廁壞、夜尿多係正常嘅。其實成年人夜晚去1次洗手間絕對係合理範圍，但如果你曾意要起身2次或以上，中醫角度嚟睇，呢個就係身體響起咗警號啦。今日我哋就嚟一次過拆解尿頻易妙嘅微思，仲會教大家煲幾款針對唔同體質嘅縮尿法寶湯水，保證總有一款啱你或者你身邊嘅老人家。準備好未？我哋即刻開始。要解決易尿多，我哋首先要將複雜嘅醫理降維打擊，用最貼地嘅比喻同大家解釋。大家可以將我哋嘅膀胱想象成一個水塘，而腎臟就係負責控制呢個水塘嘅總開關同埋底下嘅鍋爐。中醫曾意講腎主水，即係話身體遇面水熱嘅大謝全靠腎氣去推動。當我哋後生身體強壯嘅時候，腎氣充足，即係個鍋爐火夠猛，水閘夠實，水塘遇面嘅水就可以厚厚咁儲住，到真係滿晒先會開閘放水。但係隨住年紀增長，或者平時易熱勞碌過度，搞到腎陽虛或者脾腎兩虛，個鍋爐唔夠火，啲水就變得凍冰冰，加上個水閘因為年久失修變到鬆晒，中醫叫固泄無力。咁個水塘咩稍為有手水就頂唔順，係咁漏水落。呢個就係點解你會係咁想去廁所，但每次去得個手嘅原因。除咗水閘鬆之外，仲有另一種情況，就係感應器壞咗。好似有啲女士特別容易有尿道炎，膀胱同尿道因為有濕熱發炎，搞到個感應器極度敏感。明明水塘得10%嘅水，個大腦已經收到滿座嘅假信號，結果就出現尿頻、尿結，甚至小便刺痛嘅情況。另外，男士去到一定年紀，前列腺肥大，就好似條儲水喉俾人捏做咗咁，搞到排尿唔清，膀胱長期有腎水，自然好快又積。所以中醫養生從來都唔係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，而係要分清楚你係虛定係實，係有補腎固結定係有清熱利尿。明白咗呢個底層邏輯，我哋就可以對症下藥，煲靚湯啦。接下來的內容非常之實用，大家記得拿定紙筆抄低，或者直接 share 給屋企人看啦。我會為大家介紹多款針對唔同情況嘅養生湯水同食療。第一款我哋教佢做健脾補腎縮尿湯。呢款湯特別適合脾腎兩虛、夜尿頻繁嘅朋友。材料方面，我哋需要準備金櫻子、黃精、淮山、磁石，仲有一隻新鮮嘅魚蛤。大家留意啦，金櫻子同埋磁石喺中醫裏面我哋叫固結穴或者收結穴，作用就好似幫你個水塘換返個實淨嘅水閘咁，有極強嘅固精補腎縮尿功效。而淮山就可以健脾補腎，黃精就負責滋潤同益腎，配合埋補腎、益氣、補血、生發嘅魚蛤，成個配搭可以話係天衣無縫。做法好簡單，魚蛤買返嚟之後，一定要去皮毛、去內臟，然後焯水、飛水去雪水，洗乾淨曬的藥材，用5至6碗水煲滾，然後將所有材料擺落去。收慢火慢慢熬，45分鐘到1個鐘左右。想味道鮮甜的，可以加1-2粒蜜棗調味。
不過又溫馨提示大家，因為呢款湯有收結嘅作用，如果小朋友為發育還層，就唔建議太早飲，免得影響生長。另外，如果啱啱感冒，身體仲有壞瘧病毒未清，都千祈唔好飲醉，費事困蛇肉內啊。第二款，聽落口反常規嘅清熱利尿湯。頭先講過，有啲人尿頻係因為濕熱發炎。呢個湯就係專為容易有尿道炎嘅女士，或者有尿路刺激症狀嘅朋友而設。材料好簡單，車前草、通草同埋一個豬小肚，即係豬嘅膀胱。大家可能會啖晒頭，我明明已經成日去廁所，點解仲要利尿呀？其實呢，膀胱發炎嘅時候，每次小便量都好少，排空量根本唔夠，膀胱口蓋又滿。車前草清熱利尿、清肝明目，兼且有祛濕作用。通草顧名思義就係可以通尿，將膀胱之豬嘅發炎水液大量排走，清空咗個水塘，自然可以裝多啲鮮水啦。加上豬小肚以成補成，加強膀胱個儲水能力。做法：豬小肚一定要徹底洗淨，最好用粗鹽搓油祛殘，沖水後切成細塊。藥齊洗淨，連同豬手肚揸入5碗水煲大約1個鐘。如果閒啲嘅朋友怕車前草太涼，可以揸塊陳皮同埋幾片生薑，去中和反個寒性。第三款係一款甜品級嘅懷小麥子餡熟料甜粥。呢款粥材料有糯米、薯米同埋紅糖。糯米健脾胃，本身已經有少少斂寒縮尿嘅作用。講到小麥，中醫裏面有分2種。一種係飽滿嘅懷小麥，有養生安神嘅功效；另一種係浮喺水面嘅浮小麥，收斂止汗嘅效果極差。大家可以根據自己需要去揀。做法：將洗乾淨嘅糯米同小麥加入3至4碗水，煲大半個鐘到1個鐘，煲到開花，最後加紅糖。如果有糖尿病人擔心紅糖影響血糖，絕對可以轉用1/4個羅漢果。羅漢果甜度係蔗糖嘅幾百倍，但佢係天然嘅甜味劑，唔會令血糖飆升，而且性質清潤，非常適合老友記。第4款專為男士而設嘅三股湯。隨住年紀增長，好多男士都有前列腺肥大嘅煩惱，搞到易尿多。呢個湯用咗山菇、補骨枝、骨碎補、透骨草，就係配搭百花蛇舌草。前3隻藥材都係偏溫性，補骨枝同骨碎補專門、補腎陽、壯筋骨，透骨草就犀利啦。佢係一隻進攻型嘅藥，可以深入筋骨，除消腫化瘀、驅風除濕，特別針對前列腺嘅腫大問題。但係為咗怕太燥熱，我哋加入限量嘅百花蛇舌草，去清熱解毒，完美制約咗山菇嘅溫性。做法：洗淨材料，加入5碗水煲1個鐘左右出味，加2粒蜜棗調味就飲得。記住，有喉嚨痛、熱性感冒嘅時候就絕對唔好飲啦。第5款極屬暖身嘅三子有桂湯。呢度嘅三子係指菟絲子、金英子同埋覆盆子。呢3隻藥材都係補益肝腎、固結縮尿嘅猛將。最特別嘅係，我哋最後會用到肉桂粉。中醫有句說話就演可歸元，廣東人俗稱醉可。肉桂粉就係可以將身體上浮嘅火氣駐返落去丹田同腎臟，起到溫陽溫腎嘅作用。做法：因為菟絲子好勢力，大家一定要用煲湯煲大煲做，先考落去煲。5碗水煲半個鐘，煲出味之後，倒大半碗出嚟，趁熱揸入大約0.5克嘅肉桂粉，撅一句，聞到陣陣肉桂香就可以飲。下半身曾易怕冷、手腳冰冷嘅腎陽虛朋友，飲完包你成個人暖捏呢，減少極尿鹼。第6款強精健骨嘅巴子豬腳金湯。如果你屋企老人家嘈咗夜尿多，仲成日話腰酸背痛、雙腿無力，呢個湯就最啱。材料有巴子天、菟絲子、胡渣皮、新鮮學乾嘅豬腳筋、花生同埋陳皮。巴子天同胡渣皮主力強健筋骨、驅風濕；菟絲子補益肝腎兼收縮小便；豬腳筋豐富膠質，對關節極好。
花生健脾胃，陳皮行氣化痰。做法：前豬腳筋要提前浸過熱，穿水去腥，吐西子驟夠肉布帶。全部材料加入料汁戚玩水，因為有豬腳筋，起碼要慢火熬1至2個鐘，煲到啲膠質出晒嚟，湯水黏黏地就最靚。風熱感冒者忌服。第7款礦物力量補身縮療湯，呢款湯用到韭菜籽、伊枝仁同埋2隻非常特別嘅礦物穴，當龍骨同菇母雞。大家可能會問，乜菇同蠔殼都可以作藥？冇錯。龍骨古代哺乳動物化時，同母醫學經過高溫火燒中醫照蝦之後，會產生極強嘅收斂作用。無論係熱頭飆汗、夜晚盜汗，定係收斂小便，效果都非常顯著。韭菜籽同伊枝仁就負責溫腎壯陽。做法：串龍骨同公母雞，因為質地堅硬，又先用試碗水煲半個鐘出味，然後先加入用布袋煲好嘅韭菜籽同伊枝仁，再煲大半個鐘，飲剩1碗左右就啱啱好。第8款護胃固精嘅固精縮療湯或簡化版護雞散，材料有煎英子、伊枝仁、黃精同埋雞內精。雞內金其實就係雞身入面嗰層黃色嘅薄膜。雞平時試埋啲沙士都可以消化到，全靠呢層膜，所以佢有極強嘅消食和胃作用，同時能夠潔精止胃。如果想再簡單啲，可以正製用五味子加雞脷根，比例係1比5，例如五味子6克，雞脷根15克，煲成5加散。晚飯後用大半碗水飲落去，雙雙地對收夜尿超級有用。第9款氣陰雙補嘅滋陰補氣縮療湯，呢款湯用咗麥冬、荸薺、南瓜子同一隻非常珍貴嘅動物藥桑江燒，即係螳螂嘅卵巢。桑江燒喺古代醫書已經記載係溫腎壯陽、固精縮尿嘅聖藥。荸薺負責補氣提升陽氣，麥冬寒涼滋陰，啱啱好中和荸薺嘅燥熱。南瓜子本身就對前列腺好，仲可以穩定血糖。做法：5至6碗水，大火煲滾轉，慢火煲1個鐘。特別適合又氣虛又考前實習、睡眠質素差嘅陰虛人士。最後一款滋潤護胃嘅慈實覆盆煲雞蛋，材料有慈實、覆盆子、烏賊骨，即係蟹苔燒墨魚骨同埋雞蛋、冰糖。烏賊骨有極佳嘅收結作用，仲可以中和胃酸。慈實同覆盆子補腎縮尿，雞蛋煎皮補血，提供優質蛋白質。做法：烏賊骨焯水越布底，先煲半個鐘，之後加入慈實同覆盆子包軟，最後打隻雞蛋落去煮成蛋花，加少少冰糖或者羅漢果調味就搞掂。好啦，今日真係一口氣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款養生湯水。講到尾，面對尿頻、夜尿多，我哋最後幫大家總結3個今日即刻可以做嘅小改變。第一，見醫生排查先，如果尿頻情況突然出現或者異常嚴重，千萬唔好估估價，一定要先去睇西醫，檢查清楚有冇隱藏嘅病理因素，例如糖尿病、嚴重前列腺病變等。如果醫生話純粹係年紀大、機能衰退、腎虛，咁就可以放心用今日教嘅湯水做輔助調理啦。第二，注重下半身保暖，中醫講寒從腳下始，冷氣唔好開太凍，夜晚瞓覺記得做反對薄襪仔，保護好腰同腳嘅溫度，腎陽得到保護，自然冇咁易激尿。第三，尾耳按摩3大穴位，老友記可以試下尾耳用雙拳喺後腰臂、指骨兩側上下搓揉，刺激腎俞，搓到微微發熱就最好。另外，得閒撳扎小腿外側嘅陽陵泉、膝頭哥對晒嘅濕丸，同埋補氣血嘅足三里，對提升整體機能、強健筋骨非常有幫助。如果覺得今日呢條影片嘅養生貼士真是幫到你，記個 like 嘅我們，以及 share 給身邊受易尿困擾嘅家人和老友記看。養生從來都唔係一夜半日嘅事，而係生活習慣嘅累積。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下次有新嘅實用健康資訊就唔會錯過啦。
講開睡眠，其實夜尿多好多時都伴隨住失眠問題，所以下一次我哋會為大家準備幾款專治失眠嘅靚湯水，等大家可以玩一個瞓天光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